第二章，恁死伫过犯罪恶的中间，伊互恁活过来。迄时，恁伫其中行事做人，随趁今世的风俗，顺趁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伫悖逆的囝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阮从前也拢伫因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甲心中所爱去行，本是通受气的囝，甲别人一样。总是上帝既然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为伊疼咱的大疼，当咱死伫过犯中的时阵，就互咱甲基督三甲活过来。恁得救本互运，伊阁互咱甲基督耶稣三甲阁活，三甲坐伫天顶，要将伊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伊伫基督耶稣内向咱所施的恩慈，显明互后来的世代看。恁得救是本乎运，也因着信。这并毋是出伫家己，就是上帝所赐的，也毋是出伫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咱原是伊的工作，伫基督耶稣内做成的，为要互咱行好，就是上帝所有备叫咱行的。所以恁应当纪念，恁从前照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作无受割礼。这个名原是遐个凭人的手伫肉身上称作受割礼的人所起的。迄时恁甲基督无关系，伫以色列国民以外，伫所应允的自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我伫世上无仰望，无上帝。恁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现今却伫基督耶稣内，靠着伊的血，已经得到亲近。因为伊互咱和睦，将两个合做一个，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，而且用家己的身体废了冤仇，就是迄个记伫律法顶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个借着家己做成一个新人，安尼就成做和睦。既然伫十字架顶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个十字架，互两个归做一体，甲上帝和好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，互恁远所在的人，也互近所在的人。因为阮两个借着伊，互一个灵所感动，得到进到爸的面前。安尼，恁无搁做外人，甲出外的人客，是甲圣徒同国，是上帝家内的人，并且被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，有基督耶稣家己做处角石，逐间房靠伊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做主的圣殿。恁也靠伊同受建造，成做上帝借着圣灵徛起的所在。